也台南古城东门段的断壁，虽然讲是固定古迹，不过因为都无人维护，规个壁是可能荒。文史界专家呢，就建议市府就要维护东门城壁。也文学局这边就回应讲，已经有争取经费，按算9月会整修好势。鹅仔花汤接三合图参砖啊，就是城壁上原始的材料。详细看，通看到一寡历史的痕迹。这个固定古迹就伫台南市东门路一段56巷参公花街12路口。古早是城外要入城门内，一定要行这条，所以佮红号做牛车路。邻街边啊，这个城壁即阵煞荒废，有明代质疑文化局感觉啊，城门才值得维护，城壁就甲放互趴荒，甚至民众无虾米感受。这本来有2户人家，弄就老旧的那古早厝啊，到最后大家搬走，大家拢搬走就对了。搬走就拆掉，就没有出，就一块地在这。其实地方文书团体参平台一直努力反映，只要谈改善。经过了解，这个城壁本值250公尺，不过因为当时要实施市区改建计划建设，就得因为破坏，佮加上雨水等原因，这阵周围敢若剩2段通看到。到阵日邻家厝拆掉，才佮重现全貌。文化局表示，这地是国有财产署南区分署所有，嘛有申请经费，按算到时会佮重新整顿。所以建筑吼会愈来愈侪，所以对这种咱讲历史的遗迹，加减会产生这破坏，经济发展、城市的种发展，甲咱这个文史的种发展，取得一个平衡，这是咱目前咱政府上重要的工作。其实也在进行整体的城墙遗址的一个规划设计。那期待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，透过一个识别系统的一个方式。这个城壁虽然看起来无显白，不过文书工作者讲，城壁毋那是一个地理标志，更加是城内外界定的基准。上界重要是同时佮有安全保护，因认为通好好啊保存，互后代认捌在地历史。文化局嘛讲会赶紧来修复整理周边的环境。记者台南采访报道。